讲要感谢你，每一届的圣主日，我拢抱着欢喜喜来心情来到主你的面前，我要伫遮领受主你的恩典，领受主你的话语，做阮未来日子生活的困难。恳求主将即份对咱亲赐互阮，也亲赐互每一个服侍的人，互阮伫服侍当中会当为着主更较大的施恩，更较大的能力，互阮来荣耀主。请阮的主，我要将这个聚会将献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你感动阮，互阮所做会当荣耀你。我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
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学乐伊。这是啥咱三角来吟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疼痛，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议员徛咧，用许多圣经做咱的信用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得来落入来受苦，因是二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死人中告我上天，他做上帝上帝的大名，要对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
罪赦免，肉体告我，因我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看启应文24篇，诗篇119篇。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着用啥物来清气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融。求你互我离开艰巧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爱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开拆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这是咱甲吟圣诗478首。圣诗478首，迷路的人着行倒转，请咱坐咧吟全首。
即时，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创造万物的主宰，佮听阮极大极深的阿爸爸上帝，阮仰望学乐你，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嘛感谢你，带阮会当平安行过疫情的攻击，互阮会当搁一摆来到圣殿做礼拜，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这是你极大的恩典甲保守。主嘛恳求你，互阮会当常常读你的话语。互你的话语成做阮生活中的准绳、气力甲帮站，嘛赦免阮伫生活中有意甲无意得罪主你，恳求主你怜悯。主嘛恳求你即时安静阮的心，互阮放下生活中的搅扰甲颠簸，互阮单单仰望你。阮嘛要用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将阮的软弱、重担完全的交托。主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因为你是赐平安的王，你的恩典教耀阮用。主嘛恳求圣神，即时运行伫会中，教阮三甲伫地，互讲甲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阮安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学乐，请信歌队。
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23节到24节。马太福音23节到24节。23节，所以你若得献你的礼物伫祭坛，也伫遐记得你兄弟有啥物威胁你，就伫遐放下你的礼物伫坛前，大声去甲你的兄弟和好，然后来献你的礼物。咱再来看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到21节。第5章17节，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都拢变成新的。各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伊对基督互咱，甲伊搁好，也将即个劝人甲上帝搁好的即份互阮，就是上帝踮伫基督，互世间甲伊搁好，无将伊的罪过归伫因，也将搁好的道理交托阮。安尼，阮为着基督做钦差，亲像上帝用阮劝恁。阮为着基督求恁甲上帝搁好。上帝互迄个无罪的替咱诚做罪，是要互咱踮伫伊来诚做上帝的义。讲道，请周牧师，主题是互人和好。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看到今仔经文，我想大家就知，我要讲的是和好。讲到和好，大心一定有冤家，或者是有涉嫌的经验。但是有即个经验无要紧，重要的是爱和好。所以学习和好真重要。伫开始的进前，咱先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求你使用今仔日的经文甲信息，互阮更加深刻会当了解和好有偌尔重要。求圣神亲自动工伫阮的心上，因为和好是需要圣神来动工的，干那靠阮家己的能力是不足的。求你帮助阮，互阮伫你的话带来和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若是看到今仔日的经文，你若得献你的祭物伫坛前，也伫遐记得你的兄弟有啥物嫌你，那安尼你就放下你的祭物，大声甲你的兄弟去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祭物。那安尼，咱爱先来了解即个献祭物，即个献祭甲献礼物有啥物关系？有啥物差别的？即个献祭的意义，敢有人知啥物是献祭？献祭是为着啥物来献？是为着做毋着事，要求上帝的原谅，或者是要回应主的疼，甘心乐意来付出的。其实拢对。就是讲，伫旧约中献祭是要为着赎罪。伫旧约利未记17章11节有写的讲，因为肉的活命在伫火，我用伊赏赐恁，通伫坛顶为恁活命赎罪。因为火有活命，所以会赎罪。献祭伫规本圣经中，拢是真重要的。对圣经一开始，当亚当夏娃犯罪，上帝为着因杀动物，用动物的皮来互因穿做衫。到伫新约圣经，耶稣为着人死，顶哩十字架顶流血，这拢是一款的献祭。伫今仔经文中讲，伫祭坛前献出礼物。这个礼物是指回应上帝甘心乐意的付出，
因为耶稣已经为着咱献完全的赎罪的祭，所以无需要咱阁献上流血的祭来赎罪。所以献礼物是表示一种甘心乐意的付出，是来回应上帝的疼。就亲像你送你一个朋友礼物，你是甘心乐意予伊，毋是无情愿，毋是伫遐做毋愿的，讲是伊逼你送伊。那安尼，这就毋是一个礼物，当然是心甘情愿所送的即个礼物。既然是礼物，你家己就会当决定你要送还是无爱送。若是无愿意、无欢喜，你就莫送就好。伫遮第23节甲24节讲，你若伫咧献礼物进前，有记得你的兄弟甲你有涉嫌，那安尼你就放下你的礼物，伫这段前先大声去甲你的兄弟和好，才阁倒转来献你的礼物。才甲人讲，献礼物无和好才重要。即个和好甲人和好，是比献礼物互上帝搁较重要。可能有人会讲，啊，阮现在也无咧献礼物啊。那安尼，即个献礼物是啥物意思？伫遮即个献礼物会当比如做讲，咱每一礼拜来到上帝面前，献上咱的时间，做礼拜时所做的奉献。即个奉献，咱拢知影真重要。伫遮咧强调的是，即个和好比即个献搁较重要。和好的重要有偌重要？今仔经文明明白白甲咱讲一切拢是出自咱的上帝，是咱的神，伊照着基督。互咱甲伊和好，也叫世上的人甲家己和好。毋通将咱的过犯、咱的过错归伫咱的身上，将和好的道理交托互咱，爱咱做基督的使者，毋是甲上帝搁和尔，也甲人搁和，也甲家己搁和。这是三个重点。就是甲上帝搁好，甲家己搁好，也甲人搁好，互咱伫伊的内底真做义。上帝照着基督，互咱甲伊和好，是为着要莫将即个犯罪归伫咱，莫将即个错归伫咱家己，因为咱知，若是罪的即个犯罪归伫咱，是会抵到死的。如果若无照着圣神甲上帝和好，那安尼，这罪过拢归伫咱的身上的时，你通知这是偌尔可怕。既然上帝已经互耶稣替咱赎罪到伫死，咱也已经照着耶稣甲伊和好，互耶稣为着咱牺牲，通得到上大的效应，就是照着安尼和好。通互咱伫上帝遐真做义，所以既然和好遮尔重要，咱就爱知，咱需要甲什么人和好，做怎样的和好？即个和好有分三个面向来看，就是甲上帝和好、甲人和好、甲家己和好。你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吗？真济的代志。会影响咱甲上帝和好。伫圣经罗马书第5章第10节讲：若咱要求在最对敌的时，对伊的囝会死，得着甲上帝搁好，何况已经搁好，要伫伊的话得着救啊！虽然经文甲咱讲，咱一定对上帝，上帝已经互咱对耶稣的死甲伊搁好。但是罗马书3章11节甲咱讲，无人晓悟，无人找上帝，这是影响咱甲上帝搁好上大的问题，就是咱无警醒、无晓悟、无超找上帝。罗马书3章18节也有讲到，讲因的目睭前无有敬畏上帝，
罗马书第1章30节也讲，怨恨上帝。有的人会讲，啊，我也无做歹代志，我心内嘛足尊敬上帝的啊，我也无甲伊做对敌啊，所以我无需要甲上帝搁好。敢真正是安尼？咱大多讲到的经文，甲人讲，这毋是干那做歹代志了后，才需要甲上帝搁好，毋是有甲主做对敌的，才需要甲上帝搁好，是只要无明白、无超找主的，就是甲上帝隔绝的人，也需要重新甲上帝搁好。听主，即个爱神是一个甲上帝和好的关键。你听一个人，你会想要甲伊讲话，亲近伊，甲伊分享你生活上每一件事。可能亲像囡仔伫学校转来，伊足望会当甲伊的妈妈讲，我今仔日伫学校食啥物，做啥物，学习到啥物。甲同学食中昼的时，做伙交换便当的菜，也是讲亲像先生下班，甲伊的某分享今仔日伫公司拄到的代志，就是不管大小事，或者是人看做真细的事，但是因为伊是甲你足亲近的人，是关系真好的人，你希望不管你生活中大细项事，拢会当分享互伊知，通互伊知你今仔日发生啥物事。也通互伊会当分享你的心情，咱对上帝也应该是即款的，就是上帝对咱的疼，减无比咱对人、对其他的人的，或者是讲咱对上帝搁较济、搁较深嘛。所以咱若疼咱的主，咱更加应该每一日甲伊亲近。如果你讲我疼一个人，但是我3工5工拢无爱甲伊讲话，你想安尼伊敢会感受到你对伊的疼？所以咱爱每一工祈祷、读经来亲近上帝。祈祷是咱咧甲上帝讲话，读经是互上帝甲人讲话。咱毋是单方面的讲，我甲伊讲话，啊叫伊拢掂毋通讲。就讲祈祷会当有家己的，也会当有一群人做伙祈祷，替别人所求。上重要的祈祷是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就是咱每一日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是特别分别出来，属于家己甲上帝，甲伊讲关系你所有的事，不管是好的、歹的。就算是一开始感觉固定一个时间祈祷，读经半点钟足难，无要紧。你对简单5分钟开始，渐渐来成做一个习惯了后，甲增加你的时间。伫半点钟足难，咱对5分钟、对1分钟开始，就是一定爱开始你甲上帝的关系。一定要留时间，互你甲上帝讲话，也互伊甲你讲话。当你渐渐惯势，你会渐渐增加，更加会愈来愈爱即个你逐工甲上帝单独相处的时间。因为上帝比任何一个人搁较了解咱，比任何一个人搁较知你心内底所想、所希望。所烦恼、所渴慕的，不管是好的、歹的，甲伊讲，你拢毋免烦恼，毋免惊有外见笑会哄笑，毋免烦恼对方听毋到伊讲造成误会，毋免烦恼任何的事。当然，甲上帝和好，毋是干那靠家己的气力，乃是你爱先相信耶稣为着咱付上代价，相信上帝已经听我。所以，伫咱确信上帝疼咱，咱也爱有空间互上帝。当咱空出时间，特别有一个时间来互上帝时，
咱才会发觉圣神伫咱心上所动工的。伫马约翰牧师所写的《互上帝空间》这本册内底，有讲到，伊讲咱应该互上帝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指读经祈祷。伫这个读经祈祷的过程中，通静下你的心，毋管你啥物，你有时阵你无需要特别做啥物，只是需要特别空出，就是特别把这个时间让出来。伫这个时间内，你通静默，通听身边的声，听上帝要甲咱讲啥。当你将时间分别做成的时，毋是干那只是伫需要的时，才来求上帝帮助你，才做一个求救的祷告的即款的情形，你会发现一寡咱平常时无注意到的感动，或者是欢喜。举一个例来讲，有一个人每一工拢固定伫窗仔门边咧祈祷，有一工伊真忝，感觉规工无用。足无快乐，毋过伊虽然忝，伊犹原甲伊分别做成的这段时间分别出来。伊感觉伊无法度祈祷，但是伊犹原坐伫迄个固定的窗仔门边。虽然伊只是恬无讲话，但是伊听见窗仔门外鸟仔在叫，就想起圣经中的话讲：恁看，迄天顶在飞的鸟。也无种，也无收，也无积聚伫仓里。你的天父要顾饲伊，恁无比这个鸟只较贵重吗？这是伫马太福音第6章26节。伊迄时，阁随感觉伊家己充满了活力。这就是每一日亲近上帝、读经、祈祷，咱就会发觉上帝一直拢伫咧，一直用听。来听候咱甲伊搁好。有时阵你会感觉上帝无伫的，毋是伊无伫，是你无感受到伊的伫地。当咱甲上帝搁好，你较清楚会当感受到伊甲你同在。当咱甲上帝搁好了后，第二咱爱甲家己搁好。啥物是甲家己搁好咧？甲家己搁好，咱首先爱了解。家己重视家己的感受，才有法度甲家己搁好。我捌有一个朋友，伊伫细汉的时，有一个甲伊对细汉做伙佚佗的查甫朋友。因双方的家长拢是真好的朋友，但是因伫即个过程中，因有冤家。伊讲了一寡中伤伊的朋友的话，对答以后。因就无讲话啊，然后即个查甫囡仔就无搁去教会。后来即个朋友感觉伊家己做了毋对，伊也透过牧师提批去会室里，也去甲即个查甫囡仔会室里，但是因拢无好好。经过了侪年以后，伊犹原感觉伊家己足袂得过。有一天。伊讨到即个人的电话，伊敲电话去甲伊道歉，才发觉人对方早就袂记得即件事。虽然道歉啊，也回失礼啊，就是讲因拢讲开无搁介意即件事，但是即个做毋到讲话中伤人的即个人，伊犹原感觉足艰苦。伊一直感觉，如果当初伊若无安尼做。伊就袂害一个人离开教会，离开上帝。伊一直感觉做袂得过，到底有一天，一个长辈甲伊讲伊应该先原谅伊家己，甲伊家己好好。当伊无搁一再有罪恶感的时，才有法度无所求的去关心伊。如果伊今仔日若是搁一直感觉伊是害伊离开上帝，无去教会的人。那安尼，伊是带着目的性去甲伊关心的，对方颠倒一件。事实上，即个人无愿意去教会，敢完全是因为伊讲的话嘛？其实毋是。所以，
伫人有时做毋着事，甲人会失了了后，就爱原谅家己，搁甲家己搁好。像咱犯罪了后，到日主的面前悔改，上帝已经原谅你啊！你毋通搁一直放袂落来，互即个愧疚感、罪恶感来苦毒你家己。经过遮尔侪年，迄个查某囡仔到后来才知，当伊要放下伊的苦毒、家己的罪恶感，伊无甲家己和好。伊无法度去看到对方所需要的来关心伊。当伊真正甲家己搁好，伊才有法度来真正甲对方搁再一摆建立关心，建立新的关系。这个故事是要甲人讲，咱有时常常互家己绑条的，互咱的罪恶感、愧疚感，或者是一寡控告家己的话，欺骗着咱，感觉我家己做了无够好啊，或者是有啥物所在真正无完美。伫第19节也甲人讲，就是上帝伫基督互世间甲伊搁好，互咱甲伊搁好，无将因的过错归伫因的身上。既然上帝已经派耶稣救赎咱，也赦免咱的罪，赦免咱所犯过的毋对。当咱悔改了后，咱毋通继续摕即个毋对来苦毒家己，因为咱是上帝所疼的囝儿。你想，上帝已经遮尔疼咱，咱敢会使无疼家己咧？你敢有疼你家己？你敢有疼上帝的囝儿？这个努力疼家己，也是一种回应上帝的表现。所以，咱借着圣神的帮助，不只是甲上帝搁好，甲家己搁好。第三，更加是爱甲人搁好。伫甲人搁好的这个部分，伫19节后半段讲，而且也将搁好的道理交托阮，安尼，阮为着基督做钦差，亲像上帝用阮劝恁。阮也着为着基督求恁甲上帝搁好。上帝将即个搁好的道理交托互咱。既然咱是替基督做钦差，即个钦差是上帝派一个任务互咱，伊指派一个任务爱咱去做，毋是你欢喜做就做，无欢喜就莫做，是照着咱。爱来达成这件事，就是甲人搁好。你敢有拍拼去完成做基督钦差，做好这个搁好的任务咧？做搁好的使者，做基督的钦差，听起来敢是无足难，毋过做起来嘛无简单。当咱要互人甲上帝搁好的时，咱大先需要甲人有好的关系。如果你甲人无好的关系，你甲上帝讲，你甲对方讲，我的上帝有偌好，你感觉伊会相信吗？如果你今仔日甲一个人冤家，或者是你因为小小的代志，你就甲对方生气，然后变面，那安尼你甲伊讲，我信上帝了有偌好拄偌好。伊对你讲的话，敢真正听会入去？伊对你的信的上帝，敢会有了义？当咱阁是罪人的时，耶稣为着咱死，互咱甲上帝阁好，也因为咱带着即个阁好来带互人，这是见证，也是使命。道歉想办法甲一个人和好。即种的做法，毋是代表讲一定是我做毋对，是讲你比对方搁较要意恁即段感情，你比伊搁较在乎即段的关系，代表你也真要意耶稣对你的教导。主爱咱甲人搁好，结果你甲人冤家冤家死拢无爱烧借问。
安尼真正是做上帝亲切嘛？遮咱搁倒转来到咱的马太福音第5章23节，伊讲：所以你若伫献你的礼物伫祭坛，也着伫遐想着你的兄弟有啥物嫌你，就放下你的礼物伫祭坛前，带先去甲你的兄弟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祭物。耶稣真明确教导咱，如果咱会奉献咱伫个献祭进前，想起有人对咱抑阁有怨恨，或者是无欢喜，咱拢应该爱先放下即个礼物，才先去和好，然后才阁转来献。才咱就会当知，即个和好有偌尔重要。上帝看即个和好，比咱献祭互伊阁较有价值。即个和好是主爱咱做的。你敢有愿意安尼去做？虽然靠家己要甲上帝、甲人、甲家己和好真困难，但是上帝已经应允咱会当甲伊、甲家己、甲人和好，只要你愿意去做，你敢有愿意？相信咱一定会当努力往即个和好去做。今仔日我是为着教社部来到咱中间。望咱也会通看见咱教会甲社会所需要的，教会甲社会有真重要的连结。毋是干那咱家己做好，也爱帮助咱身边有需要的人。愿咱拢成做，互人甲人、人甲上帝、人甲家己各好的亲切。咱即时做伙来祈祷。请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知影，照着圣神，互阮甲你、甲家己、甲人搁好有偌尔重要，也是偌尔幸福的。也求你帮助阮，通安尼去做，就亲像阮的信仰告白顶面所讲的，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根伫本地，互阮伫日常生活中。做即个和好的使者，活出和好的美好。阮安尼所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是请咱三仔来念圣诗，圣诗412首。我爱学主的款式，请咱起立念全首。请坐，请咱准备心奉献。
请坐平安礼，请陈牧师。两位兄弟，大家平安。伫要行平安礼头前，我有一项代志要来呼吁吼，请咱大家爱斗注意，就是咱为8月开始，大家慢慢倒转来教会做礼拜吼。虽然无讲也全部倒转来，但是真欢喜，咱渐渐伫遮相见面。伫即内底，咱发现着，咱即2年外有一寡事工必须爱重新的安排，所以咱伫后礼拜有一个服侍的讨论会，礼拜了就要开始吼。开始了，接续有妇女团契的开会，甲迄个爱餐的讨论。你若有想要参加的人，你会当留落来吼。看若有要伫遮食饭的人吼，会使咧甲依玲今仔无，甲依玲吼迄个登记。上主要的，咱要讲服侍的代志有3项。第一项是接待组吼，咱头迄边拢有人入来咧接待吼，新人互伊写因的资料单，但是即年外已经即个组已经可能你家己嘛搞不清楚恁是第几组啊，所以咱要重新来安排。第二个就是教会的清洁的服侍，礼拜日早起的扫涂骹，是咱教会有真济玻璃吼。这玻璃吼，你看这清气吼，迄毋是家己清气的，迄需要恁来斗互伊清气。搁一项就是教会，咱若要维持咱的花园的水，必须爱有人来斗挽草啊，吼。伫即20年来，挽草拢是向日葵学院的老师啦、学生啦，是迄落咱的青少年的礼拜下晡咧斗挽吼。希望咱有人愿意较侪人来斗挽。搁一个讨论就是爱餐的讨论，咱要安怎来进行会更较好势。这个讨论要放伫后礼拜了就开始。欢迎大家留落来吼。恁伫即礼拜，恁咧祈祷的时阵，你嘛爱问上帝讲：上帝啊，你爱我甲你做啥？吼，上帝啊，我会当为你做啥？吼，上帝一定甲你讲，好，足赞的吼。我互你做啥物货，你就来甲牧师讲，我会当做啥物货。希望咱伫即礼拜转去，大家为教会服侍吼，三角来祈祷。再来接续，咱要来为着开学的祈祷吼。首先，咱要来为着善如来祈祷。咱看即张相片是顶礼拜伫遮的精兵营吼，因大家，恁看这是一个啥物物件？哦，陈老师讲你是大卫之星吼。嘿，真高白吼，迄是因的期待，因希望成为人类的启明星吼，真好。来，咱请善如来头前，首先我要为着善如来祈祷。善如先国中教会按照惯例要送伊一本圣经吼。这个囡仔来的时阵吼，甲我揽落吼。我拄仔安尼看伊，上帝祝福你善如，上帝祝福你的年纪增加，你的智慧嘛增加，上帝祝福你成长，慢慢的朝着伊所欢喜的家里，成为荣耀的子女。上帝将伊的智慧、将聪明、将才华放伫你的心智，互你伫新的阶段。加对一个健康美丽的孩子，我来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
就迄个遮煞咧祈祷是请爸母陪恁的囡仔来头前，然后我有一个要求，就是牧师咧替你的囡仔祈祷是请你看你的囡仔，你要摸伊的头，看伊的身躯拢会煞的，然后你安静求上帝，讲，互我的囡仔占每一届大汉，伊的智慧就若加天。互我的囡仔智慧甲伊的年纪，平平啊一直加天。这第一个祈祷，第二个祈祷，你要甲上帝讨，讲求你欢喜我的囡仔，求你欢喜我的囡仔。吼，咱将咱的细囝带来上帝面头前，求上帝欢喜感动因。来，咱再请爸母将囡仔带来头前。来，往前面来。来，上细汉的来遮，欣欣浩浩，一起班长，启信来，雅敏、雅泽，来，你幼稚园呢？要啊，恁内底有要升1年级的？你升1年级哈？来，等一下，来，村那位家过来，村那位家过来。咱上细汉的圣西圣云嘛去读册啊呢，足厉害哈！好，来，大家动作快一点，往前面哈，跟你的囡仔做伙。来，善志，你要来站在我旁边，我等你过来。好。好，善志来，等你过来。在疫情期间，大上济就是伊。你有感觉伊甲刘玉明愈来愈像啊无？上帝足祝福咱的囡仔。好，第一家咱首先要来做一个感谢，咱感谢上帝，互咱向日葵学院伫今年足顺利的毕业6个囡仔出去。伫这20年来，向日葵学院总共有143个囡仔。对咱教会毕业，总共有247个囡仔入来咱的校园遮读册吼。咱感谢主，咱何德何能会当做这种的服侍？这拢是上帝恩典甲疼痛。我即马讲的无包括前10年的夜间部，咱若个包括前10年的夜间部算落去吼，人足济。所以吼，咱首先大家来做一个感谢。求上帝嘛祝福新的学期向日葵学院会当更较顺利。大家也要为向日葵学院祷告，为人祈祷是上大的祝福。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爸，我要感谢你，你为阮备办向日葵学院，互要路的囡仔入来到阮中间，伫阮的中间成长认捌你。将你听的种子放伫因的心中，主，阮感谢你。我要挖靠你的名来服侍这个囡仔，互这个囡仔将来伫社会成做有路用的人。恳求主，伫新的学期祝福还未进入的细囝，互因来遮认捌主，学习人生的规矩，找到人生的方向。主，阮若要为着阮家己遮个细囝来祈祷，你为阮备办遮个细囝，互阮甲因做伙成长，看因大汉，听见因欢喜的声音，这拢是阮极大的祝福。恳求主施恩祝福伫阮中间遮个细囝，
祝你祝福三子。名祝福阮的细囝，互因的年纪增长，智慧嘛增长，互因伫学校得到上帝的欢喜，荣耀主的名，也伫人的中间得到人的欢喜，甲人和好。恳求主伫因的身上显出你的荣耀。阮将阮的细囝交伫主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耶稣听恁，连兄弟，咱在座的人用耶稣听恁来祝福咱遮的细囝。一代过一代，实在足幸福的吼。阮来的时阵吼。安女甲饲信比大汉，安女甲伊的囡仔比大汉。伊缀伫因妈妈、因爸爸边仔，就若像饲信即马缀伫伊的边仔。看到这囡仔大汉吼，实在是足幸福的吼。哎呀，实在太好了。啊，过来咱要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吼。今仔日生日的人伫咱的中间。有借左正宗、养恩、陈宏成、细人兄王彩霞这我的妈妈伫遮吼，我的妈妈今年足95岁吼，伊的名叫做陈宏成，台语的名叫做婷，因为我的外公是汉学的老师，生到第3个查某囝就讲婷，所以伊的名叫做洪婷。毋过我的外公足有学问的吼，伊用工田的田吼，实在足有学问。伫我的成长的年纪，足侪人学了阮妈妈的名，恁足够好的吼，恁妈妈的名足好听。伫迄个年纪会当学甲文绉绉吼，真无简单。咱来为生日的人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我要将阮的兄弟姊妹。借左正宗、养恩、红尘、世人、彩霞姐，将阮遮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你按照因的年纪，按照因的需要，按照因的心情，主你互因伫你的内面得到圆满的人生，得到心情的快乐，身躯的幸福。主你的神感同在，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咱来用耶稣听你，互相来祝福。耶稣听你，
稣疼恁，耶稣嘛疼我，耶稣疼咱每一个人。两位兄姐，他拄仔牧师鼓励咱爱甲上帝、甲人、甲家己好好吼。我常常咧想一句话：疼人亲像家己，你若袂晓疼你家己，你较会晓疼别人，对无？咱来学习好好啊疼咱家己，足幸福的吼。这是请咱三个来看周报。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咱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8点伫教会。青少课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圣港服侍下周诗会请恁安鲁执事。苏琴我本身苏宪请张宏林甲宏观执事交代第一组爱餐暂停。新安宫的读经表请咱照即个顺序来灵修。基地交通第1点，本主日是中华中华教社主日交换讲台欢迎路上教会周慧英牧师莅临来敬道，嘛感谢伊的辛劳。第二咱今日是开学的祈祷，愿上帝祝福咱的细囝。第三，下周礼拜日9月初4礼拜结束了，请妇女做伙留来聚会嘛享用咱的午餐嘛讨论妇女团契相关的事工有意愿的因为咱有要准备午餐吼，所以咱请咱的10的会长来报名。拜四第4点。中中妇女部举办2022年查经营，时间是10月初1拜六8点半到下晡4点35，地点伫夏兴教会，费用每人200块，9月19报名截止。对象是逐教会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参加，毋过爱需要完成2剂的迄个疫苗接种请向咱的10会长报名。生日的人咱请为因来代祷。报告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有出入的，请咱向咱的会家来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祈祷。第二为身心欠安的甲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甲升学来代祷。第四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来代祷，有富林教会、自治教会、德克达亚教会。这是咱的吟上吟信息，上吟信息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咱来领受主的祝福，但愿上帝恩典、主耶稣基督的疼，甲圣神的同在，甲恁伫地，对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稍者，灭得避讳。